来讲，国土署要求地方政府家己将每年租金的部分补贴，主要是互地方真不满来带来批评中央。内政部长刘世芳就表示讲，租金补贴毋是法定的一般性补助款，也国土署是强调会甲地方来沟通，原则上是卖互租金补贴来登记。 因应财违法修法，国土署进前发函予地方政府，要求家己筹备每年的租金补贴10%至40%不定的经费。那台北市长张万安公开批评中央，新北市政府嘛抗议，认为中央把社会补贴的责任撒给地方。这对于本来就已经资源有限的市政运作，将带来严峻挑战，可能进一步影响新竹市大约1.1万户租屋家庭的权益。蒋市长完全不了解哈，第一个，我们现在所谓的租金补助的部分呢，是属于非法定的一般性补助款，跟所谓的一般性补助款删掉这个25%是不一样的。国土署长吴欣修解说，地方政府在财违法通过了后，收入增加，地方筹编相关经费有事权分工的必要性，强调会甲地方加做沟通，大原则是袂予租金的补贴中断。赖清德总统竞选的时候，自己开了支票，然后他大肆的宣扬，结果现在是赖清德开支票，地方政府要买单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还是回到财划法的修正以及总预算的修正里面，多拿了超过400亿，要他负担18亿，这我想，如果讲给人民听，应该是会听得懂。长期关心极大政策的民间团体认为，租金补贴若受影响，一定会冲击租厝的人。爱政府都要积极解决租厝乌市的问题。政府不能忽视掉台湾租屋黑市以及租屋市场规模不够太小，以及租屋乱象的这样的一个事实，必须同时配套去处理。卢秉义认为，除了租金补贴，赶紧兴建社会主体，才当提供更加稳定透明的租厝市场，也强调问题的源头也是伫个金权的触及，呼吁政府不应该无重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